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于天的竞赛单干做诈骗的车手头洪逮捕。法院顶礼拜宣判，讲这单干有认罪，而且当庭付和解金165万，所以甲轻判2年，假罪5年。也毋过有一个受害者出面来指控，讲伊是重度身心障碍者，因为行动无方便，审查庭伊无去，也有去调解庭。 但是也是无达成着和解。伊讲对方的赔偿金，伊一角银拢无摕到。伊讲这真无公平，一定要搁上诉。来上车。穿白衫牛仔裤的查甫人，就是有天的竞赛单干，伊做诈骗集团的收水手，双手封上铐逮捕。这个月伊认罪，佮甲被害人和解，换判假罪。不过被害人说出面指控讲1.5元拢无摕到。就问审判长说：“那我陈某某的这部分呢？” 然后他就看说，哦，你要什么人什么人，就这样子就带过去了，就没有了。30万、50万、70万不等，他们3个人都有拿到，就唯独我没有，金额或许是最高的一个啊。 而且这个案子是我报的。中度新疆的单身是指控，明明是家己报案，佮配合警方做面交，才成功抓到单干甲诈骗集团。不过后续开庭，单干认罪，讲当庭立165万和解，和新北地院合议庭判2年徒刑，佮宣告5年假罪。不过单身是因为出入无方便，审查庭无够，就算调解庭又出现，说无得到赔偿。是我一辈子所累积下来的。妈妈当初会给我的原因是，她身上一点钱能够帮助我，补贴我下去买房子。 高考互被害人切心的是，单干是收水手，阁是诈骗集团核心。既然车手红判4年10个月，伊却成功红判假罪。陈守华，这个大律师当过高检署的检察长，当过法务部的次长。当事人去报案，反而没有拿到和解金，就是变相在惩罚我们被害人啊！你干脆把请律师的钱再还给这些被害人，不是更好吗？我相信被害人他现在要求的也不多。 只要能活下去的一些积蓄而已。老母甲家己一世人欠的辛苦钱560万，拢互骗了了。已经过中年搁新疆的单身性是讲甲后甜，即马敢若会当搁拼上诉，希望司法会当行义一个正义。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